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來，我係 Rita 林妙婷。大家好，看了搭追鼓麼？今日我哋節目當中，我分享一隻非常戰鬥嘅表演之行哦。大家啲講用扮演達到精彩是啲，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好好為大家說明白哈。我介紹了係了相聲之夜哦，談落嚟夜係咪當飛戲啊？風拍向儀台上，奇怪，到底我搭追鼓又係咧唱歌比賽係麼？到底係講乜嘅呢？實際分享今半日嘅裏邊，首先分享你客家社樂鐵哥劉思明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劉思明啊，東歡喜來到亞威。哇，分享先生真嘅係客家社樂哦，客家話講到懵懵嘅哦，撒下來出時時啱啱嘅熱公子車少林先生。大家好，我係車少林熱公子，東歡喜再拜來到福喜來咧，同大家見面。哇，談到熱公子嘅時候，就先白佢呢嗬，等家下呢先生好好同大家嚟分享哦，撒下來分享一清後生、清有才華嘅團長哈，佢係木內相聲說演坊的團長李牧陽老師，分享先生。大家好，我係李牧陽，今天很開心跟這個世明老師還有那個小林老師一起來到客家電視台，非常開心。哇，中上分享什麼先生？應該好雙嗓子，唔係呀，係子夜，我哋睇下小開快啊嗬，呀嘅看到呀海報，應該我來 PK 咧嗬，就從一開始講到搭追鼓，互相搭來搭去，呀搭很那個狀聲詞，又很有那種較勁的意味哈。睇下看到呀，先同大家報告一下。好，三位先生講，韓國團長講，我們就是大氣。我求救，除三套嘅票，我送本所有嘅觀眾哈，收到購票之外，還要一起來這個留言搶票對對對，注意人家福喜來嘅節目哈，關注今日嘅節目就做得有機會出咗，我哋表演給你嘅票。係啦，來看福喜來嘅朋友全部有福喜哦。好，我先請先生同大家介紹一下呀嘅紅白大賞呀嘅，做埋大賞又有結合，係咪那個綜藝的意係嘛？其實一般人對呀相聲哈搭追鼓嘅看表演嘅觀念，就2-3年規矩去到台檔嘛哈，呀拜啊哈團長就咧。突發奇想，也就想其實哦，相聲本來就帶唔太家受苦，唔太家歡喜嘅，要不然我就做咧，你看，人都看到比賽，你想到紅隊咯、白隊就想到比賽，係啊，相聲主要2-3年嘅默契，2-3最鬥得最後，要不然完全打破那個僵局，就講紅隊一組一個人，白隊一個人，2-3去到台檔，一個捧哏的可能是紅的。那個逗哏的可能是白隊的，2-3都去比賽。一方面主要我哋要發動喺老觀眾朋友做個互通，觀眾唔單槍係觀眾你們做的係演員，對哈。嗱，咩真係爽佢講出嚟用嘅你做個投票啊，你可以有發言權，你做的可2-3去到台檔，因為青菜蘿蔔各有所好，知嘛？有的你還好是鹹的，有的你好是甜的，那戲份一樣，就都看到表演的時間，就投票投本，可能佢。2-3講下來，2個人想法就冇同樣，就像選舉一樣我看就要有不同的黨派啊。就說本觀眾朋友講，來看表演，唔但搶住一個觀眾哈，乖乖的看他，乖乖的離場，你做得有參與感，可能佢看表演的嗰種心情沒有他冇同樣。嗰種我哋講紅白大賞，非常緊張，因為因為呢，台下嘅觀眾哈，沒有不能有裝腳，對不對？是啊，是啊。各自個愛氣氛慢嘅，跟台檔紅隊跟白隊的人就要很緊張啦。是啊，是啊。做唔得輸贏咩？真係要看埋你下會打。真勁好。主要哈，佢就投票，我哋冇本佢就獎品，沒有做的主獎，還能有參與感這樣子。我用知道亞嘅表演哈，真的是當場大家做的，好像都參與度很高。是。本大家變做唔係看表演，沒有氣力嘅，我自家就做得嚟搞。就向下搞，給那時間的那位先同大家分享哈，什麼日子、幾點鐘、在哪裡演出呢？應該這樣團眾來講，好唔好？團眾搶。好，我們演出的時間是在這個11月22號禮拜天的下午2點半。那演出的地點在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演藝廳。那我們的演藝廳是一個，它算是一個蠻悠久的一個場所。那在這個地方的藝文表演很多，但是很少有相聲類型的表演。對，所以我們在那邊算是獨樹一格。那也希望說，就是桃園的在地的朋友們呢，可以多多的就是走出來，就是到劇場裡面跟我們同樂。
哇，感谢团总，跟团总讲话说含沙皮哦，我们独树一格，我哋去踢一个，要表示讲，无论嘛给家讲团总很有创意，也愿意创新，而且呢。好嘅东西啊，欣赏全部按厉害，其上去哦，家讲嘅最嘛按好吼，都带慢营养慢营养，冇听错，出来都现场看张伟迪哦吼，那亚比好，因为底度有东多嘅精彩嘅演员啊，就像我们的 T 哥帮我们来介绍我们演员的阵容，好不好？哦，演员阵容你可以看到嘛啊，上面红白那2位，谢小玲、李牧阳啊，就在现场，对不对？啊，这个是我啦啊，所以观众不知道看不见哈，特别小那个啊，然后这个他的新婚夫人李牧阳新婚夫人芷宁吴芷宁，然后那边是林明林明，然后魏竹瑶这位是林静新人，对，古时爱看亚方面哈。跟他欣赏 TVB 讲的有新人，所以你们也致力要把这些功夫都传承下去。对，很多年轻人一起来加入。亚白跟表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本老中青幼4代，对，一般没有中青美老中青幼这样子，讨厌哈，干嘛讲我们老呢？对不对？对，杨死就开始打嘴鼓，然后相恋人在台上就开始斗了。哎呀，表面的和谐其实不一定啊。老中青幼暗潮汹涌，对，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即兴，对不对？对。对台风表演，因为我们演员其实相声的演员给不懂号就是等于在这个大追顾底部找到一些话题，你就是要逗嘛。那2个很文静的人在那边怎么说相声？武功你的感情懂吼，你要默契很好，感情也要相处的很好，对，也要相处的够久，革命情感的认识30多年。好，大妹大妹3案的就是对。我一刚出生就认识他，认识30多年，大概今年30有1嘛，对不对？刚刚欣赏 TVB 讲到美老中青幼，这个幼我们讲幼是小朋友所以小朋友可以站上台吗？青谁黑给懂谁？哦，可以。最小是几岁？我们目前最小的演员是5岁。5岁上台，对5岁上台说相声，对，没错，就是他是蛮特别的一个小朋友，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讲话，他很喜欢说话，而且反应很快，很聪明的一个小朋友。但是我们当初他在进到我们团里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担心，说，会不会太小了？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教过这么小的，我们以往最小可能在7岁、8岁，小学这个2年级、3年级这个范围，但他5岁，那我们那时候妈妈说非常的有兴趣，小朋友也很热爱相声这个范围，但我们就存疑说，你真的理解相声吗？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来我们这边学习之前有经过考试跟面试的小朋友。5岁考试会不会有点残忍？怎么考？因为考试呢？它是一个 audition 的概念，他来试镜，试过以后我们说，哇，这个小朋友真的很不简单，所以他在我们这边其实已经学了将近1年了。那这一次呢，算是他第一次登上一个比较正式也比较大型的一个舞台，尤其要跟老师们同台搭档，所以他其实有点压力。听说现在晚上已经睡不着了。真的吗？有人说初生之犊不畏虎，后呢哈，我们看到资深老师就这么厉害，又这么美，又这么帅哈，我要紧张，我要紧准哈。小朋友可能觉得我就准备好了，我起松去，我就做会讲哎。对。有的孩子就是遇到那个上战场的时候。一切都抛开了，就可以独当一面了。是。哇，非常期待。鼓手所有嘅朋友，你想要看到呀，些朋友要在嚟起上台，来讲相声，就做嚟看亚虫，而且呢，那个好像也综艺的程度意味也蛮浓的哈。第一亚比可以剧透一下吗？有哪一些内容，有哪些段子呢？桥段？也白节目一般除在标准的相声大追顾哈，那有小品，所谓的小品戏剧，就是所谓的老中青的那个年轻人，都高中大学的年轻人，他们很有活力，就让他们排一个小品的戏剧，帮他的表演。因为大追顾其实追马后肢体没有领同嘛哈，所以情绪没有好，有小品，也有群口相声。群口相声就是资深的演员跟老中青3代都有，就是群口讲一下时代哈最流行的蔓延迄专家。也问题就讲，也懂得很快，你大快天师，很多懂得人。
懂我放马后炮，事后诸葛，乜嘅專家，乜嘅名嘴，乜嘅名嘴，講嘅，乜嘅講嘅，就唔覺得真給人名嘴啦。冇，你們來上節目以前還特別查，哎呀，這個牧羊老師以前有看過兩位先生嘅表演嘛哈，牧羊老師今日又同後生又同佢在一起，我就打李牧羊，全部出來就係名嘴，我說哎呦，原來一個團長係你名嘴啊，哦，這是另一種名嘴咯。其實相聲就是針砭時事嘛。亞沙飛哦，做乜個事情就拿來講，哎喲，這樣會打動人心，然後這樣會接近地氣。古說亞賣你迄專家，就講亞當到你就懂得講去講迄名嘴，都帶迄正經的專家，還假的專家，就有一點諷刺的意味，這樣子。啊，你精神氣。哎，還有一團就係老團長呢，講嘅洞房續話，就亞當到你去參加，你去19，人講客家人講19哈，你結婚去19可能就走，後生人才會鬧洞房嘛。哎，我就針對這個鬧洞房，就編了一團講。那一國的人鬧洞房哈，還乜嘅習慣按樣？哦，有法國人，還有知識的傳承啊，有韓國人，北面當就是客家人，哦鬧洞房會出現乜嘅有神奇的事情。哎，真經係你的懂得的資料準備好下落去段子底部哈。對。啊，給你的時候最有趣的啊，剛才講鬧洞房，唔係幾2-3年愛洞房啦哈，係幾2-3年來講用來鬧洞房啦哈。啊，你就攞佢全部下落去段子底部。鼓手要寫這個劇本哦，要花挺多的時間，知道嗎？要做很多功課。那完全是團長嗎？還是大家可以集思？劇本其實有的會針對傳統的拿來改編，像世民哥他就是專門就是寫劇本。台灣嗰度你台灣你講講，同個劇本哈，裡面有下，因為那時候我們有個團隊嘛，不過就就冇媽會講客家話，寫出來就係貴年嘅版本，跟係老你頭個就拿來改到客家嘅版本，不過。也真冇簡單的，所以編劇的問題就是門也無鬆啦。好，等下哈，Angel，你等一下，你下多上來 ，Angel 來唱個思明先生哈，佢編嘅劇本哈有哪度嘅風範呢？做得同大家分享哦。等下繼續都真係 M 福起來咧。其實仲老夫起來咧，我係 Rita 玉天，根本嘅啲三位大師哈，講令現場，哇，達生意都當外講。當然，你一講嘅話啲都係有內容啊。頭先講到，哇，你思明先生佢啲編寫劇本哈，非常嘅厲害。實在是分享佢哋來唱歌，要問係邊個咯？分享三位先生好。佢當然要唱歌，也嘅親演到嘅思明先生啦，啊，你做對嗎？咁你講幾講？哎呀，應該哈劇本哈都是世民老師寫的。老師這個編寫劇本哦，有很多的竅門，都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其實編寫劇本啊，我覺得尤其是相聲劇本，首先你要有幽默感，就是說你在人的生活當中啊，你要自己要有喜感嘛，對不對？你如果自己不幽默的話，那你怎麼樣寫相聲讓人家笑呢？對不對？所以呢，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有幽默感，就很多。相聲演員說啊，這個好像相聲很簡單嘛，有這些格式，我就照着那種格式去寫啊，照着背，照着念。哎，不是，我講說他們在寫的時候，在創作的時候，可是呢，他本身如果沒有那種幽默感的話，他的創作起來的東西啊，就是自己覺得很開心，可是當人家表演的時候呢，就產生不了那種效果，沒有共鳴了。對對對，然後呢，寫相聲就是一定要貼近生活。就是說，我們生活當中的事情啊，我們一定要去觀察得比人家要細微一點啊。就像以前我跟那個小林姐啊，我們有上過一段那個你最有品，對不對？我們講說很多，我們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啊，比方說去 Costco，去那個 Starbucks，對不對？然後我們就會去看到有人去偷那個黃瓜呀，然後拿那個紙巾，對不對？然後呢，謝小林演出的時候就講說。拿這麼多的紙啊，然後這樣子，就是那個手勢啊，就好像很熟練，你懂嗎？就是表示說很熟練啊，我演出很熟練。對，也就是說我們在生活中去觀察到那一種人物哈，就是說他在去貪小便宜的時候啊，然後他的那種嘴臉、行為模式啊，對，然後我們很順當的去把它形容啊，那麼一疊衛生紙啊，然後喝那麼一小杯咖啡啊，就。
他就很自然的让觉得说观众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啊，好像身临其境，我就看见那个影像的样子，然后就觉得心有戚戚焉嘛，对不对？那样子的话，人家就会由心里面去开心去笑。对，所以要贴近生活的一种创作。但是这样讲起来，我发觉相声好难哦。因为以前有人说啊，你打嘴鼓你就追嘛，跟讲，反应好就好。不过你讲了，要有就是有演员的那个基本功啊，还要演得惟妙惟肖。够有你要观察时事，所以你要关心整个社会的脉动。对，所以每一位都是观察家。我觉得丽塔讲得很好，相声啊真的很难。真的很多人都认为说会讲话就可以啦，你国语标准就好啦，你客语标准就好，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相声跟演戏它不一样，我们讲演戏是现身说法啊，好，你给别人看哪个戏哈，你可能他讲个哪个戏啦，茶经呀，你出来哪个角色，给这哪个角色，你看哪个《甄嬛传》，甄嬛出来啊，皇后就是皇后，皇帝就是皇帝。可是我们大嘴鼓都会说法现身。然后现身说法不一样，可能我们就2个人站在台上，或3个人起到台档，所有的角色，来到老给讲出来，你要讲出那个画面，你说就要有画面，对，所以我们常听人家讲说，对，常听人家讲，我听他讲话哦，光想象那个画面就好好笑，就要想象那个画面，所有的东西要讲出来的，所以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很重要，所以它真的还蛮难的，真的很难呢，非常困难。对，刚刚欣赏跟我幽默感乃基嘎，我一直非常崇拜，我用崇拜就是有幽默感的人，因为我觉得幽默感可以带给生活很多的滋润。因为从俺哈感应啦哈，太体呢家庭就他没有幽默感。太认真了，对，有人就说啊，你认真就输一半，干魔法突啊，你就懂音整周塞，故事我们现在有责任感，很有肩膀，可是有时候幽默感就觉得说自己又不好意思，会笑，会别人讲自己会笑，可是自己讲的好像别人有时候笑不出来，怎么样培养这个幽默感？我觉得幽默感跟民族性应该有关系。你从这一点就可以了解啊，像谢小玲，对不对？她就是没有责任感的客家人。不是，因为他是有幽默，因为我爸爸是外省人，那妈妈客家人，所以我兼备。你融合2种优点。对，所以说我又有那种外省人的幽默感，又有客家人的勤俭精神。所以像我这种人，你要去哪里找啊？又乐先又认真。对。哎呦，所以我们还是要奋斗。大概就以为还不会够，就不只敢够就走。所以我们要有混血儿，对不对？混血还是更优秀的。所以你看，在我们言谈之中，我们就会去抓一些我们所谓的细节的问题，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笑料。老师要抓还要抓得对啊，人家说隔空抓药，你要抓得对啊。有时候就是那个，人家说美感有没有迷狗哈？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如果一般不太懂得如何抓，平常可以如何培养？我觉得哈，就是说，平常比方说你去听相声，别人在笑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笑，那你应该要去研究一下，说为什么他们笑了。然后你就会去从中找到一些经验。那因为我们相声里面是有很多的手法，没有错，就是22种啊，所谓让人家发笑的方式，我们叫做抖包袱、组织包袱的一种手法。那这22种呢，我常常跟我们上课的学生在讲啊，如果你们能够想到23种，拜托你提供给我，因为我没有精神去想第23种啊，因为人家前辈们已经把它归类出来了，就是说22种这种抖包袱的手法。那有了这种手法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他讲话的一种逻辑出来了，那他这样子可以让人家笑，那我们就如法炮制，去照这个方式去写。那找到了这种方式之后，你就可以让人家产生一些效果。我们讲说相声就好像在钓鱼，我们放了一个饵。我们就是那个鱼，对，那些观众就是鱼一样，就想要吃这个饵嘛。那我什么时候给你吃，我就在引诱你。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那个钓虾场，对不对？钓虾场就在那边哇，一直在那边引诱那个虾子嘛，对不对？然后它一咬到了以后，你还可能还跟它拉扯一番啊，最后才让它上钩，牢牢的套住。然后他们下次就有买票了。哎呦，我觉得你要把你那种交女朋友的那种心得比钓虾所以我们刚刚在上课，人家在上课啊哈，有没有上钩冇？有呢，咁一听啊，记得去买最贵的票啊哈，你坐下台有钱看下整啊。其实这次的票价真的非常的优惠，是耶，因为我们在文化局演出，而且
牧羊的团长就觉得说，在推广，我们希望就是说他都朋友哈，你不来，所以我们真的就是用一个连电影票都不到的价，它最便宜200块，你知道我们。团长有顾虑到说，一赶紧爸爸妈妈带3年来哈，还讲跳贵的票啊，就是怕他们也负担太重，因为今年的疫情的关系哦，我们真的是良心团队，就想说利用8个月啊。我们的朋友还可以打折，就是这个我们的牧宁之友还可以打到9折，打到5折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哈，只能打9折这样子。不是你们看红白大赏。对不对？对啊，比宜兰鸭赏还要便宜。哎呀，鸭赏一包还要200多。古手公都按呢，现在呢，可能天师哦，他敢马上在天楼前面要拿数给哈，我们就上我们的牧宁相声演说坊按赞，就变成我们的牧宁之友按的超嘛。对哦，就做的 follow 懂得会仔细呢，对于共都呀哈，先从的朋友讲。听着听着，心里觉得好痒。我们是那个鱼，我们要上钩，可不可以让我们尝到那个滋味？真的也有抢欣赏图，示范一下嘛。贝允公这个相声，不管是幽默感或是段子啊，有奈德这位同台感分享。好，我们就演绎2个小段子，就是他大概的手法。哎，老师，你们都是信手拈来。差不多就是它有一定的套路嘛，然后我们大概要讲些什么，大概聊一聊，大概就可以。好啊，来种小鼓励。你也准备一个啊，好，你可以准备单口。先来那个拍马屁哈。好，我们就随便。你说现在人很多人哈，很喜欢拍马屁嘛。对。拍马屁有2个，一个口头嘛，一个送礼嘛。一个要不然就是走后门嘛，那我们相声里面也有拍马屁，我们就用那种手法，短几句话哈。对。好，世明哥，你好。哎，你好。太高兴了，听说你最近升官了。哎呀，不好意思。所以我今天特别来看看你。哎，谢谢。顺便我带了几份小礼物。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收礼的。哎，你都是一个小礼，你看，一点花生米，一只老母鸡，4瓶葡萄酒，还有3000块钱。等等，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哎呦，这花生米这自个种的，不值钱。哦，那老母鸡呢？老母鸡我自个养的呀。那葡萄酒呢？葡萄酒我自个酿的。哎呦，那3000块钱呢？我自己印的啊。没有啦，我自己存的啦。哎，这个就是3番4斗。哦，就是说前面懂真少，饭头去甲种诶，鸡去甲肉诶，酒去甲酿诶，哈，个钱诶，去甲印诶，那就是就一个出其不意的。对，你看他一下就讲中了。其实相声的这个手法里面，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8个字真绝啊！哎呦，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可以应用在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上。对。鼓手相声它一直不断在变动，是一直看现场气氛，然后你前面都很正常，他的笑点都在最后面。他你讲收口嘛，我可能一开始就收嘛，一直铺陈，对，先铺垫到最后面再笑。你看那3个地方就是饵，对不对？对，最后我们就上钩了。老母鸡、葡萄酒都很合理啊。到了第4个，你钱怎么可以是自己印的呢？那就违法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一下子。你前面都听到就你就会笑了，就是非笑不可。非笑不可。对，古色黑公真的是我们在进场看相声的时候，其实学习也蛮多的啊，而且大家练习做一个观察家，你知道这个功，如果这个地方太卡 sell 乃某 sell，那是不是我有问题？是吗？是这样子吗？以前我们说相声都开玩笑嘛，讲我们写下一集剧本哦，讲观众朋友要某 sell 啊，可能剧本的问题，真的在改。改啊，观众朋友还在某 sell， 可能係演員的問題哦，冇講好哈，做了要修正，還在某 sell， 觀眾有問題，把這個推給別人，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呢，迄個對舞台當搭嘴鼓哈，真的是需要很多時間的琢磨，而且相信每一個站上台應該都蠻有幽默感的嘛。具備的，你想你要讓人家開心，你自己都沒有幽默感的話，基本上要有，但是也有沒有幽默感的演員站在台上啊，那當然效果差一點啦，對不對？那是段子比較好了，因為我們寫得比較好。對啊，哇，講一講我請大家聊一下，等下多陣咧繼續同先生來分享哦。
家真的福氣來咧，我係 Rita，我咪要好好培養我哋咧神媽，韓國我係幽默感夾下強化，所以爆發一個新的火花，在此分享3位先生。哇，頭先唐先生講，我覺得真的太精彩、太厲害了，而且這個經驗的累積哈，應講哈，推檔咧10分鐘，推下超過10年功，應該係推檔1分鐘。台下10年功，懂得有没有讲？台上3分钟、10分钟，其实标准应该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好啦，你的功绩看严格啦。意思就是说，当然，意思就是说，你1分钟的时间，你可能要花，你看那个反 King Day 啦，京剧的什么，他从小就练，就你1分钟的功力，你可能多少的。扎下的基本功，係呢，真見出安尼啊吼，講係出來請教3位先生吼，3位先生投入相聲搭嘴鼓哈，研究嘅時間哈，牧羊團長呢是新生代，但是也是從小就學，乜嘅都帶黑馬一年呀，相聲到底有什麼魅力，可以讓你們這個上鈎以後就不放下這個鈎子了呢？我覺得就是你有錢賺啦，沒有開玩笑，不是因為。從細吼，我爸爸吼，我聖人嘛，佢下班以後吼，佢就會燙給垃圾哦，盡燙盡燒哦，唔俾你都個燒乜解呢？那時候他就聽那個廣播，就是有相聲的，可是他覺得我們一定不懂什麼叫相聲，不懂他的世界，所以而家我老人你講佢都燒乜解，我大概就講佢都嘅無燙吼，下班佢都細演出上班嘛。去市場上下班，佢都進堂嘅垃圾哦，就進燒。等下太陽當地講佢堂嘅相聲，所以那時候我們家哈，我記得我存錢哈，替拜買一卷給魏榮豪、吳兆南的相聲的卡帶，買2件送給我爸爸。那時候1卷6塊錢台幣，買6個，我爸爸就不用個垃圾哦，就不會燙。然後我那時候才開始接觸，就是說好像蠻好笑的。其實有的也聽不太懂，就一次都1省7啊，不過咪都太哈，有幾飛接觸樣，次都講學呀大嘴鼓相聲真人懂吼，因為你的個性真的會比較開朗，因為你跟你的團隊都是幾乎這種個性的人。你看大嘴鼓雙團模，你按鈕免有免給的哈，每一個就是你必須要有，就像剛剛世明老師講的，你要具備基本的幽默感，你才能寫出那種好笑的東西。你自己都不好笑，你怎麼讓人家笑？對不對？就是說，人家來看你聽相聲是笑的，大概就講我不是來看。你有沒有聽人家講說，我今天就看一個表演哈，好可憐哦，害我一直哭，不可能，對不對？一定就來聽相聲。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你接觸這個相聲，你人會比較開朗，而且你的生活周遭你會比較有幽默感，而且最重要你的口齒，你的表達能力。像我們的小朋友哈，他們從小一起來練的。語文的程度真的都非常好，連考試都考得超好的，好多台大什麼政大什麼，你是什麼大？我是央大哦，央大，對啊，都是大的，就是真的都是基本功，因為你學這個相聲，你會學到很多傳統相聲，裡面有很多的倫理。哦，這些是真的書本沒有教的。你攻擊還會講，這品格又幫你顧了，好，頭腦又幫你顧好，天空沒幫你顧到，因為你哈哈大笑。對，我們覺得說就是學藝呀，你這個修藝，你要修德，對不對？德藝兼修，所以小朋友從小他們的輩分，他們看到我們都很有禮貌。真的跟一般的演藝圈，像你們演藝圈比較複雜，我們都比較我們都比較單純哈。我們的禮貌是僅限於台下的，上台就沒有了。對，就是台下真的我們是有輩分的，很讚哎，有輩分的。讚。像我們如果來椅子，他們一定是讓我們先坐，有東西便當來的，老師你們要吃什麼？這個輩分是很清楚的。哇，哎呦，生爺馬松這個熱線在這邊，生爺曬松溝。你想他在這種環境下回去對他的父母，應該就會。請對不起，謝謝你。這個基本的就是這樣。基本的態度。亞生也最欠缺就是這個。好了，我們的公案都會留點時間。世明先生，你覺得這個到底它的魅力在？不是，我先問一下，剛剛不是講快問快答嗎？他這是快問長答。他有把時間留給你嗎？有留給你哦。其實我覺得啊，就是聽相聲以後，就是對自己的人生觀會有改變。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世紀裡面啊，很多人什麼憂鬱症啊，什麼東西的。我覺得如果你喜歡聽相聲的話，沉浸在這裡面的話，你就不容易有這些問題。哦，對。這個好像又可以特別在後疫情時代，當中可以種嘅開心藥方出來講相聲。它除了就是讓你笑之外，而且你會對你的人生的這些看法
有所改变，因为他相声把人性啊什么东西讲得很清楚，所以你都是以笑的这种态度去面对的话，你就不会太计较。所以笑看人生是不是会让我们比较豁达？对，像他对我不好，我对他都不计较，我就因为学了相声这样子，我都不计较。像我欠他1000块钱，他就都不计较，我都不记得了。哦，古手安利对人生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历练，而且老师还可以变成自己写剧本啊，把很多东西可以传承下去。因为刚才一直讲，传承，够压还后上的团众，我觉得那是很有新意的。没错，你像我们有时候去写一些电视的剧本，对不对？就是那个戏剧的部分来讲，可是你有相声的这个所谓的底蕴的话，你写的这个台词啊，如果你要写到比较好笑或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你的幽默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能够发挥得出来，画龙点睛。对，那个语言就很精炼，就不会说废话连篇呐。你是啊，又会保命了，对，钱会拿出来。但是钱就相对赚的少一点，为什么？现在那个对字写的越多，钱赚的越多嘛。可是我们因为很习惯，就很精简，不想说那么多的废话啊，那就是很适合拍一些公式的好戏啦，客台的好戏啦。一简言说相声啊，我们学到乐观，还是学到拍马屁？因为我们刚刚先上拍马屁。哎呦，先生真嘅很厉害哦。来就是唱歌很后上的团长哈，牧羊老师啊，现在身为新一代这个团长哈，就是人家就说扛把子啦哈，肩头上应该有很多的责任哈。刚才就唱歌，你是从国小就开始学相声？对，我大概从9岁开始。9岁就开始哈，对，你那时候怎么就会一股热情想要加入相声的行业？其实就是也是从小的时候很爱听相声的录音带，我跟小林老师听的是同一套。也是吴兆南跟魏龙豪。那时候台湾只有这一套，只有这一套啊。可是你为什么会听？你这么还会躺相声？跟家庭环境有关系，因为我妈妈很喜欢，我妈妈是外省的那个女儿，外省人的女儿。对，她老家在湖南，那她在台湾的时候就很喜欢听相声，所以后来就发现了这个，找到了那个吴兆南跟魏龙豪这一套的相声，所以她很爱听，那我就受到影响，我也很喜欢。后来就是在台湾，因为在台湾教相声的人很少。尤其是像台北曲艺团算是比较特别一点，他们的教法跟传统上面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去报名，结果一试成主顾，就留到现在了。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像那，但是能够吸引我最主要还是相声它的本质的部分。我觉得像是开心跟快乐这件事情是无敌的。现在有很多的各式不同的表演形式，包含脱口秀、漫才、站立喜剧，在台湾也在发展中。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些形式会喜爱？因为他们都是喜剧，他们都是能够带给大家开心的，也是对生活之中的观察跟见解。那我觉得相声的形式跟他们有点不太一样，是相声是以人为本，他在镜头前面他是没有任何的修饰的，你要把你这个人的样貌完整的就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那观众究竟喜欢不喜欢你就很直接。也就是会很直接的反应给你，所以这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是我觉得相声它很珍贵的一个地方，它要训练人。只要你来到在这个环境里面，那看到这么优秀的老师，你不可能不向他们看齐的。那有这么好的身教跟范例在你面前，现在就是轮到我要成为这个身教跟范例。他讲话我给他200分，5个灯全满，真的。你看我们教的好不好？很难呢。报名专线也不是又大出来了，很厉害。真给压好，真给有懂得会搞好，所以现在致力在传承，还有混龄教学。小林姐，你恭喜上哈，你恭喜，特别还教授客家话的部分啊。对，其实一般人的观念就认为说，小学就小孩子从年龄在一起，高中就高中。后来我发现混龄是有好处的，因为混龄小孩子他的反应有时比胎年还然后，一团个表演3年的可能表演的喊他讲，胎年没爱讲，可是在一个班级里面，如果混龄的话，小朋友他学得快，他可以去教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说哎呀阿姨姐姐你这里怎么样？那大人就会觉得小孩子嘛包容，可是你同年龄那样讲，他搞不好不是很高兴啊。然后大人小孩子有不规矩的地方，大人会发挥那种长者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就教育。我觉得相辅相成，混龄反而是一个好现象。哇，太棒了！今日谈到按到大家一定会记得呀，相声之夜很重建啊当然，欣赏广东按到呢，再一次同大家讲都
那个时间就得去看表演，就是11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哈，一定要落场哈，伫桃园嘅文化区演艺堂，好，亲民啊，就会开放了哈，在我们这个脸书留言亚拜嘅表演嘅主题黑马嘅呢，就可以抽3套票，黑嘛？对，3套哎，3套，对，你要不要再暗示一下答案？如果连这个都答不出来，那真的就，哎呀，哎呀，那这个相声之夜哈，红白艺能大赏哈，来表演呢，推荐文大家分享大家来，记得要留言然后来抽奖哦哈。今日再次感谢3位先生，安子谢谢，感谢所有朋友嘅收看，什么大家，来邀请大家等下听你线上来做运动哦，张来了。